饼安怎做？台湾足早就有蚵仔，因毋但是原住民文化真重要的一部分，阁会使做饼。咱来做伙看蚵仔的故事。蚵仔是袂经环境的食物，伊毋惊干，嘛毋惊湿，无论山田也是肥地，拢会活。所以土林、水林、山坡地拢会使种蚵仔。水田种的水蚵大较紧，产量较好，所以水蚵较济。种伫园地、山坡地的叫做山蚵。山蚵的好处是较袂着虫。蚵仔也有分母甲囝，毋是同一种有老母甲囡仔的意思，是无同的品种。母蚵种较大粒，重量有600公克以上，一丛分摊的数量较少，适合种伫水田。母蚵种的淀粉较济，肉质较幼较芳。囝蚵品种较细粒，分球性较强，一丛会发规罐的蚵仔，主要种伫山区，食起来较黏。有一款台湾种真久，嘛种上济的品种，号做槟榔心蚵。槟榔甲蚵仔有啥地带？有人讲是蚵仔伫涂骹的茎生了，甲槟榔丛真共，有一节一节。嘛有一种讲法是槟榔心蚵内面有紫色的花草，甲槟榔籽相共，才会号做槟榔心蚵。蚵仔本地生伫东南亚，6000年前就传来台湾。真早蚵仔就是原住民的食物，蚵仔就亲像红头树人的饭。伫红头树，男性掠鱼，女性负责种蚵仔。因逐个家庭拢会有无共种的蚵仔，按照厝内人的年岁、口味来安排要种什么种。少年人爱食脆的，老大人喜意软的，有人兴食 Q 的。红头树人的人生大事拢着有蚵仔。囡仔生落来要好命，男性做船的时着准备蚵仔。新厝起好，女主人要请人客进前，会先去办蚵仔，而且是带朋友做伙去，甲因分享福气。请人客迄天，除了食蚵仔，也会伫厝内放真济蚵仔，互人客炸转去。蚵仔大细粒，嘛代表身份地位。若是一个人放荡爱佚佗，通常自回本地的蚵仔嘛会较细粒。红头树种的是水蚵较济，台湾族食的是山蚵。蚵仔要安怎保存？因伫春天种蚵仔，秋天收成的时，就会伫田边起一个窑来烘蚵仔。下面放较大粒，顶面放较细粒的蚵仔，哪烘哪变，毋免烘伤焦。一窑就烘真久，烘过的蚵仔就会使收起来放真久。要食的时，会使摕出来煮，出门拍啦，会使炸出去。凝做蚵仔粉的变化就真济。一个是包饲仔母，饲仔母是排湾族节日庆典的食物，就是用叶仔甲蚵仔粉，也是西仔、竹米甲鸭包做伙落去吹，也是煮。蚵仔若生伫涂骹的茎会食得。顶面号做蚵环的管嘛会使食，青的蚵环会使炒来食，嘛会使煮汤。客人佫会甲蚵环拍做干，放咧豆豆仔食。蚵仔食法足侪款，有甜有咸，上好食的是蚵冰。蚵冰是完全毋免掺牛奶甲牛油，就会使做出绵的蚵冰。蚵冰安怎做？先甲卸好的蚵仔切丝，甲水做伙煮甲熟，辣做浆。过来就是牵粉、太白粉、米粉、番麦粉、树枝粉，也是别款淀粉。下糖辣辣的煮好烧，规鼎就会变高高。等冷放入去冷冻库，不时摕出来拿，
就会变做把不卖的乌冰。是安怎着染淀粉？淀粉的作用有两个，一个是互水袂结晶、袂变定、变冰角。染淀粉落去煮，互材料内底的水袂乌白走来走去结做伙，是规鼎变糊糊，落去冰就较袂有冰角，冰食起来会较绵。淀粉的另外一个作用是互冰较袂扬起，淀粉的分子量较济，比用牛奶甲糖做出来的冰淇淋较快坚。通常冰淇淋是零下18度才会坚，乌冰是零下5度就结冰，而且较无遐尼紧样。咱看骑车出来卖把布的，规桶冰放车顶，拢无啥物冷冻设备。乌冰也是冰袂扬起。蚵仔有啥物俗语？食蚵仔吐寒钱，食蚵仔煞个吐寒钱的意思，就是无输无赢，有着一项就会失去别项。